希，雨熙，我一直想和你说，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快乐。这是什么？没什么了，就是想送给你，庆祝一下你的重生。我给你戴上吧。那我走了，好好休息。我们明天见。太好了，一切都变好了。我切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，这都是真的。说的是这个韩雨熙？哎呀，他可是为我花了不少钱，求着我和他在一起。哎，我看看，挣得不错啊，看不出来动过刀。他对你这么好，干嘛和人家分手？对我好的女人这么多，他算什么呀？你就听他吹吧，说不定人家早就不理他了。明仔哥每天发信息求着人家回他，雨熙啊，在不在啊？我好想你啊！喂，你是棺材板焊死了吗？韩雨熙，居然敢不理我！你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？我能做到的事情还有很多呢，你想听吗？曲明才，你想怎么样？明天来我酒吧找我，不然我会把你以前在我面前的贱样全挂在网上。你不希望辛苦得来的一切被我毁掉吗？啊？我不明白，我都已经改变了外貌，但为什么这令人作呕的过去依旧对我纠缠不清？